观众朋友，早早，欢迎收看10月30日第几台早起新闻，我是卢尚珠，带大家来关心花莲太鲁阁堰仔口的放山潭，因后了后总是已经顺利放掉去，加在是拢有平安，无造成灾情，警戒嘛已经正式解除。因那中华公路大八线天上到太鲁阁的管制，即马是逐天开放5个时段通行。 本来放假上下当傍空，离到尾暗5点开放互车过。燕子口放山河，伫昨早起11点40分，百体规拢放开。林保署伫下昼4点20解除警戒。放山河跳单成功，施工的工程团队甲怪手摆规排，手行悬向立务区行礼致敬。天上到太鲁阁也恢复一天5个时段管制通行放车过。为了要加速引流的速度。 花莲太鲁阁燕子口放山河的百体边啊，怪手自2日开始进行，甲百体挖架工程。因过28下昼山顶落雨，水正窜流，互工程不规停来。本来早上要进去散步，后来因为上方岩盘掉落很严重有大块的岩盘掉下来所以先撤退2步留1步在安全的地方继续施作。到29中昼，因为顶楼也是伫咧落雨。 放山河的百体，和水一直冲落，慢慢规个放开，和立务区下楼水位规个压起来。林保署也赶紧发通报单加 CPS 警示，叫下楼的河道人员机构暂时撤离。堰塞湖的水位从早上10点半的水位，一直到11点半溃决，到12点10分，40分钟之内下降约18公尺。 目前我们持续观察监测当中，现场的施工人员都安全无虞。根据监测，下楼上大水流差不多是伫昨早起11点50，人文桥桥墩的水位升差不多2公尺悬。伫咧大水流过了后，立务区下楼并无发生灾情，放山河的水位也降到原本河道的水位，百体顺利拆掉。 林保署除了感谢宜兰甲花莲分署的协助，也特别向施工的营造公司致敬，运用上少的经费甲时间解除放山河的危机。记者综合报道。台中5车别出非洲地质了后，针对争议真济油喷气化掩埋场12搭，台中市府表示高达要停用。另外嘛讲，目前是无出现无正常死亡的猪仔。 也毋过咧，农业部是认为讲袂使当挖靠系统尔，猪农是应当爱随时通报。因那关键人物姓王的受遗族已经登台湾咯，台中地检署伫咧问话了后，嘛甲人放转去。 防疫的人员斟酌伫台中市大安肉品市场做清销。台中市府日前宣布防疫的新措施，包括农业局和民政局逐天访视市场，或者车派人对车，含过一摆全面清销。我们大安肉品市场在事发的第1天，我们就已经全面在做这件事情了，那并且都有记录在案。农业部指出讲，台中5车爆发非洲猪这市场，对9月开始就有死猪仔，要求全面清查迄个时阵的情形。台中市政府表示讲，伊市场死亡2趴的事件，达登去看，发现9月到10月初10都无明显的无正常死亡。农业部是认为讲，袂当靠警示系统，猪农应该量早通报。所以没有说一定只能达到多少几%多少只才能送样品，绝对没有这种事。只要你怀疑，只要你觉得要厘清。 只要兽医师认为必要，或是你只要觉得说可疑，欢迎都来送。另外有民代质疑讲，根据环境部的数据，到27全国做喷的再利用的市场，客家率平均是46%，台中37场煞干那5%，伫全国是对上尾算过来第2。台中市政府解释讲，到28为止已经完成3轮的客家率是100%，是系统登录时间差的问题。其实优先的配置呢，都是在前线的稽查工作。 好，或者是呢，我们的清销管理哈，所以在登录呢，很可能是在这个忙于这个防疫工作之后呢，来进行统一的登录。另外，关键人物姓王的受益者，第28暗时已经登来到台湾，台中地检署日到团员去，而且做手机的监视采证，信号已经请回。于今日上午传讯证人王姓兽医左到庭，并经证人同意进行手机采证。 讯毕预知请回。台中市政府农业局表示讲，针对死亡猪只的数量无符合，或者3年多技术封盖过，相关证据已经送检调，若是有涉及伪造文书，一定会追究。记者综合报道。油喷到底是要安怎处理？各县市也陆续地提出因应的做法。
中华因为焚化厂整改和本色分类有效果，所以油喷的是拢送去焚化炉烧掉。连挂粉林和六轻的南亚肥料厂有协调增加气化散线，送电是增加1倍。那台中市是宣布要停用9大油喷掩埋场，讲会来增加沼气发电的做法。一桶的喷倒入去焚化厂气口，先来使用6道加喷，还有粪扫，拌拌了后，再放入去豆料组内底，以1000度的高温甲烧掉。为就伫这爆发22公告全国禁用喷来饲底了后，中华关喷拢送入去溪州焚化厂，到28总共处理288吨的喷，另外有10.9吨是由节省糖生物方式消化，就是让它进我们焚化厂这边来处理，那可能也是能够达到比较安全的处理掉的一个方式。那一天大概会多大概60到80吨的这个一个收处理的量。环林关有真侪点头，甲清洁队签约单位清除，环保局甲六轻南亚队备场来协调，增加气化散线，甲每工30吨的喷产能提升1倍。非常的快速的话，去跟南亚这边做一个协调，希望他把原来的一个旧厂的话也开启这条产线，所以说我们每个月的一个处理量可以从原本的900变成1800。也来出现这非洲地这台中市环保局29宣布，喷气化管道改做抬起来，烧掉沼气发电3管道，30起停用9个安排场，敢若村文山、山鹿、后里园继续安排。农业部也要求台中市府每50公分的喷爱砍头30公分。厨余的掩埋的部分，它有一定的规范，而且它不是露天的就是厨余裸露在户外，它上面一定要做覆土。环境部统计，今年全国435场列管喷的饲地场，部分业者近一年申报率低，销售提悬客沙，加装全程温度探针，也有这个监视器。全面加装温度的探针，还有监视器，我们可以远端的透过 AI 的方式，能够来监控哪里有问题，而不是说按照目前的手动的方式来做处理。环境部讲，喷的处理这期来用肥料化、能源化，另外这个用烧的加安埋来处理，长期会影响推广其他国再利用方式来达到有效循环发电的效果。记者综合报道。正就惊讲非洲地质对边境画一来，海委会主委关佩玲表示，最近这几年179只水流池，其中有20只是验出非洲地质阳性，嘛真重视这处理的做法。另外，非洲地质有可能会透过中国偷宝这块平台入来咱台湾。行政院长杜英台嘛要求境外电商要立限期立管。台中发生头一个非洲地质案例，针对边境防疫作为，海委会主委关佩玲说明海巡署边境管理有2个重点，包括收传统的乘客、货物检查、甲化재猪仔尸体处理。根据统计，107年至114年，有179只海流池，其中20件是阳性。每一只猪尸，只要是发现了，我们都把它当作有可能是非洲猪瘟。在这个假设的情况下，全副武装的去处理。立委要求查明流芳加强防治。民进党立委苏卡辉这支猪仔死去的个案出现了后，市委第一时间到场，不过无采检，讲这是规个案件第一个流芳。300头猪的养猪场，20头猪能够一次性死亡，这个如果还不叫异常的话，那我不晓得什么才叫做异常啦！你现在作为署长，我已经给你这个楼梯了，你竟然还在说你不加盐？加盐已经有加盐了。国民党立委吴虎定指出，邮件内底有猪肉制品的包裹入境，虽然一旦罚相当100万，不过农业部会发令有厂头一届不是故意免罚的流芳，要求农业部伫3天内提出检讨修正方向，赶紧弥补防疫制度的流芳。废掉，然后变成说我只要一抓到，相对来讲我比较容易裁罚成功，会不会有一点吓阻效果？当然重罚有吓阻的效果啦，但是重罚你还是要有证据证明说他是故意走私。非洲地质入侵，互人怀疑甲境外风险产品透过偷宝平台输入台湾有关。行政院长杜英台嘛要求境外电商限期落地立管，若无袂使用。现在对中资的来台营业的管制的是以行业别作为基准的。电商没有这个行业别啦，电商的主管机关是数位发展部嘛那两岸的管理机关是陆委会，我们再来讨论一下。经联兴嘛进一步表示，跨境电商牵涉到小包裹的运送甲检查，甲税务有关，所以偷宝落地嘛甲财政部、交通部的业务相关，需要召开跨部会会议，讨论了后才当定案。公司新闻采访报道。
再来关心天气，今仔日东北季风减弱，北部是总算要好天啊。一那中南部大部分拢通看到日头，咱来看温度。因为东北季风减弱，这北部的气温高温有28度，也毋过咧到暗时又搁有东北季风要落南，明仔载北部依然会搁反冷落雨，北日透早有可能敢若剩19度。所以来讲雨水的部分哦，今仔日各地多数咧是这份好天，敢若嘉南北海岸、大台北山区，啊搁有宜兰花莲会落一寡雨，过到高雄、屏东家己其他的山区嘛会落雨。北部这礼拜是一直咧落雨，台北市南港的旧庄街也有山架放落来，佮有一丛100年的树桩倒去撼到天厝，加在是无人受伤。另外也要注意哦，又佮有一粒风台海鸥要出现，后礼拜有可能会甲东北季风加做伙，使到这北部东半部又过落雨咯。当基古家人唱悬，工研单位赶紧抢修，甲大树切掉，就惊个树啊紧顶无侵，向会厝落来。因为现场山坪崩塌，土石规个拼落来，就连一丛100年老树都规个厝落来，缀着下骹铁厝。都死了有2次了啊，向下等。对，迄石头无放呢。因为连续这几天落大雨影响，28暗时10点外，台北市南港的旧庄街土石向崩落来，那老树规个倒去，顶悬的石壁嘛未堪咧冲来，规个倒落来缀着厝顶，通往铁厝唯一的通路嘛因为安尼受阻碍。滑下来的土方啊，那个有影响到下面一条小型的排水沟。那我们会先把那个排水沟清通，然后再把剩余的土石把它外运出去，然后今天应该可以把所有的土方运去掉。那南港一直落雨，树林甲北投雨嘛落甲惊人。气象专家分析，伫2个所在观测的月累积降雨量，敢若10月拢累积超过2000毫米。规个台北市10月份的落雨天，差不多有半个月以上。累积1个月的降雨量跟气候平均值，同样是10月份20年的资料来看的话，都有明显增多的情况。为什么会这样子？其实我们目前看起来跟反圣婴也有一点关系。低压大东北季风反圣婴现象等小连续的影响，和北部地区的水汽增加。有气象专家预测，新的风台海鸥上紧伫礼拜会形成，尤其后礼拜4了后，更加要注意是毋是会甲东北季风产生强伴效应，出现无正常的降雨。不过变数也真大，也需要持续观察。公视新闻采访报道。再来带大家来看今仔日的报纸，头先来看《中国时报》。台电长伫咧立法院表示，佛山厂的评估月中已经交予经济部，两部机组若是安检完成，也有社会共识。经过佛管会的审查，上紧2029年，这佛山厂就通开始碰路。再来咱看《自由时报》。有诈骗集团呢，用钱去拐家友，叫因去办电话号码，然后把电话号码提起予诈骗集团来使用。经过调查发现，因办超过400支诈骗电话，拢总是犯121件诈骗案，受害的金额也有到5亿5千万之多。所以咱来看《联合报》，台湾时间早起10点，川普含习近平要见面会谈。川普讲，习近平有可能会讲到台湾，不过伊认为讲这无啥好讲的，台湾就是台湾。美国总统川普离到伫南韩 APEC 峰会发表演说，两届有讲到台积电晶片伫美国发展的成果。另外，回答执行长黄仁勋也要去韩国，面对南韩5棒正组亚洲的人工智慧创意中心这个野心哦，刚建议当市长吴志忠就表示，咱台湾的脚步也要赶紧。美国总统川普29号在庆州艺术殿堂发表企业高峰论坛演说，门口也架起安检，参加者必须验证完身份之后，扫描 QR code 才可以进场。伫过一个街仔路遐尼远，就开始设铁栅栏，一站一站限制出入的人员。场馆的4号地啊，军警消做伙进驻，阁有警察在巡视。美国总统川普日到访韩国参加 APEC 企业领袖高峰论坛，那4号地啊维安升级演说的内容嘛，将受关注。企业高峰论坛持续进行中，惠达执行长黄仁勋预计在31号登台，也是重头戏之一。不过近2日，他和美国总统川普都不约而同提到晶片回流美国的成果，外界关注对台湾
关产业影响。美国总统川普是2摆讲到台积电展出晶片回流美国的成果。回答这评长黄金芬阁表示讲，已经和台积电这企业合作，要伫几个月内互封装技术嘛直接成军。台湾半导体的产业链敢会受到冲击？工研院董事长吴正中真乐观。那这个晶片应该在全世界的制造我们是蛮强的但是未来晶片的需求应该是呈指数的成长，所以所有的晶片也不可能全部由台湾来制作。所以现在我们这个台积电，包括它的一些供应厂商，可以走到晶片需要的地方去。这个分散我们的制造，其实也是一个好事。到伫他多 APEC 领袖代表林庆仪特别请企业代表来食饭，致辞的时阵特别强调讲，希望会当达成总统赖清德交办的任务，和 APEC 会员代表交流。任何能够紧密合作、相互支援的组织，必然是成员之间拥有相同或者相近的价值观。我们崇尚自由经济、诚信的交易，以及依法行政的价值。台湾人民与企业非常乐意与所有的 APEC 的经济成员在共同的信念价值观上面分享我们的经验，并提供协助。Looking forward, I hope APEC will continue to provide APEC economy with meaningful recommendations and shared experiences to driv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吴正芬暗算伫31发表主题演说，无排除和南韩企业来接触。吴正中认为讲，台韩之间的关系是咧竞争嘛，咧合作，双方阁有正大的合作空间。不过嘛，袂当无注意到南韩的目标是比作亚洲人工智慧的创意中心，台湾嘛应该继续加强。记者综合报道。继续来关心国际新闻，川普和南韩总统李在明举行高峰会。川普讲已经达成贸易协议，南韩是讲咧，即对电关税维持15%，甲美国来投资总价是3500亿美金。另外咧，今仔日早起10点传习会，针对双方敢会讲到台湾的议题，川普是应讲无确定会敢会讲到，也毋过台湾就是台湾。伫咧 APEC 领导人的暗面，美国总统川普讲，基本上甲南韩的贸易协议已經達成。And we made our deal. We pretty much finalized a trade deal, and we discussed some other things having to do with national security, etc. And I think we came to a conclusion on a lot of very important items. 상호 관세는 7월 30일 합의 이후 이미 적용되고 있는 대로 15%로 인하해 지속 적용하기로 하였으며. 자동차 및 자동차 부품 관세도 15%로 인하됩니다. 南韓講，除了維持15%的對頂關稅，在半導體方面的關稅也未關過主要競爭對手台灣。另外，南韓對美國的金融投資方案總金額3500億美金，其中2000億美金是現金，另外1500億美金是做準合作。川普亞洲行最後一站南韓，自釜山飛去 APEC 峰會舉辦地點慶祝。南韓總統李在明當場受川普獲贈金冠加南韓最高榮譽木金輝大勳章，象徵川普是朝鮮半島的和平締造者。 보호무역주의와 자국 우선주의가 고개를 들며 당장의 생존이 시급한 시대, 협력과 상생, 포용적 성장이란 말이 공허하게 들릴지도 모르겠습니다. 그렇지만 이러한 위기 상황일수록 역설적으로 연대의 플랫폼인 APEC의 역할이 더욱 빛을 발할 것입니다. 川普去南韓之前就向北韓的領導人金正恩發希望會當見面的邀請，不過川普離教講，雙方因為行程無法度配合，即便無法度見面。在咧川普到南韓的前一天，北韓離北在咧西部海峽試射艦隊的戰略巡弋飛彈。 而且照原本的軌道飛2點鐘過10分鐘了，射到目標。川普講，這邊的重點是30加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的會談。有記者問講，敢會講到台灣的問題？ I don't know that we'll even speak about Taiwan. I'm not sure. I mean, he may want to ask about it. There's not that much to ask about it. You know, Taiwan is Taiwan. APEC 峰會地點慶祝的周邊啟動史上上嚴密的維安措施，在指示板加路檔加附近的路一層一層圍起來，逐工攏出動19000位警力，軍方也派3900位兵力共同執行警戒任務。會場附近搖晃川普的民眾也無歡迎川普外國王的牌仔佇咧抗議。記者綜合報道。
因应大海的局势，日本有不少企业找顾问公司来分析，甚至嘛开始在讨论讲，若准大海战争要安怎疏开员工和维持公司的运作。但已经是有6成的日本企业在考虑这个风险。也有日本企业的员工讲，公司内部的大海局势报告，伫咧今年4月警告的级数是已经加悬了。就是过去2年都在等级1这样，印象中3、4月左右就升级到等级2这样。施先生是日本企业派驻台湾的员工，伊口中讲的顶级，就是这份公司内部报告的大海情势顶级。3月底还佫伫顶级1的平常，4月就升悬到顶级2的情势紧张化。伊讲考虑台湾有代志的可能性，公司2年前就开始每礼拜提供这种的分析报告给员工。提升到等级3的话，就会要开始检讨要不要把驻台员家人们先撤回到日本，不要说这可能第4的话，可能就会开始考虑连派驻到台湾的公司员工都要一起撤回日本。公司已经有提供免费的机票，就是我们已经先订好了。机票可以随时飞回日本的，连机票都先订好啊！可见日本企业面对可能的风险，正谨慎应对。不过，其实这报告大部分拢是委托风险管理顾问公司制作的。近年来，中国军事行动频繁，有越来越多在台湾发展的日本企业找上顾问公司，针对台湾有事做风险管理、拟定撤离计划等相关因应。台湾有事が起きたときにどういうふうに社員の安全を守るかというところを議論していく。で、もう一つは台湾にある拠点と、あと中国にある拠点も含めて、どうやって事業やサプライチェーンを継続するかを考える。それをシミュレーションして対策を考える。干部顶悬中国伟大的军演示意图，还有特地抗战几个大字，敢若看都互人紧张。这间伫东京的顾问公司为日本企业提供台湾有代志的因应策略，最近2年客户明显成長。ここ2年ぐらいで20社ぐらいご支援している。そこは本当にここ23年ぐらいから急に増えてきてます。トランプ大統領になってきたっていうところもありますし、もう一つはウクライナの戦争をきっかけとして次は東アジアじゃないかっていう緊張感が高まっているというところだと思います。6割の企業が台湾有事に対してリスクとしては想定している。业者讲，上困难的是安怎判断撤离标准，也甲撤离了后公司安怎提供照顾。虽然台湾有代志为业者带来新市场，不过嘛反映日本企业会先做准备的不安。公司国际记者施旭豪日本东京报道。伫咧越南中部落雨做大水，甚至也有水崩山，造成9个人死亡，5个人失踪。根据顺化市的统计，对10月1日到27，这24点钟内是落雨落超过1700毫米，也是有记录以来雨落上凶的一届。这是越南中部的大城顺化，就算雨势有小可减弱，水位嘛有较降，但是市民共款嘛是爱伫咧超过脚踏虎的积水内面行，骑车洗车的人嘛爱伫咧车可能伫咧水内面随时歹去的情形之下勉强通过。隔壁的江南省嘛是灾情真惨重，特别是和联合国列作世界遗产的古城惠安，看过去嘛敢若海共款。惠安和顺化拢是16世纪前后汇集华人和西方文化经贸的重要据点，街仔路角搭拢留真侪充满华人色彩的老建筑，嘛是外国游客到越南的中部一定会来的景点。但到礼拜6、礼拜经过大水后了后，即马就变做一个正狼狽的形。外电的报道指出，讲中部几个省市的地区，拢总有8600个民众伫政府的指令之下撤离，暂时去到较安全的所在避难。另外，除了雨水汹汹涌起来，甲市区淹起，沿海的省份更衣，日北是传出长3公里的崩山，造成差不多1700个人对外的联络受到阻挡。伫其他的灾情方面，有差不多306000户有失电的情形。越南伫9月后半个月，才互普罗伊风台扫过，至少造成13个人过身，20个人失踪。到2025年的9月为止，包括风台、大水河和崩山这天灾，拢总造成越南的民众187个人死亡或是失踪，经济损失超过6亿美金。公司新闻7家人民币。再来看美国密西西比州有一台拖拉库，这顶悬有载实验室的高山啊，也毋过咧，这台车说出车和冰车，大部分的高山啊死去，所有3只走出去。警方原本是警告民众讲，这个狗有带病毒，也毋过后来咧，研究单位有出来驳回讲，这个高山啊无带传染病。伫草坡内面的这只狗，目睭紧紧死过相，因为伊本来被关伫咧大卡车的车厢内，怎么煞伫野外。We are live in Jasper County at I-59 around mile marker
117 with a wreck that has exotic animals loose. Law enforcement with guns here. 警方讲，一开始就是讲，除了这只狗以外，其他逃走的狗拢已经死啊。不过尾啊发现的声明，讲清点了，还有3只找无。When I arrived on the scene today, people wearing white coats, gloves, and hairnets and other protective gear were looking around into the woods and on the side of the highway. 一台大卡车发生车祸，并车内插箱也甲鬼死过，顶头搭着活体动物的牌啊。逃走的动物是杏核狗，一般的体重是7公斤，是全世界用伫医学研究用途上最动物之一。The monkeys were research animals that at one point had been held at Tulane University in New Orleans. The university said it no longer owns those animals, and it also was not transporting them, but the university did send a team of animal care experts to the scene, said that the animals were not infectious. 警方讲，因一开始接到报案时阵，卡车司机是讲这款狗有危险性，若要处理就要请防护装备。所以伫车祸发生了第一时间，新闻报道就讲，这款狗身躯顶有包括水管，还有新冠顶病毒。不过，杜兰大厦澄清讲，这款狗并无接触过任何传染性病原体。因那车顶本来载偌侪只狗，狗的所有权利是谁人，未知其倒位是谁人负责，还有卡车并且的原因，怎么拢还搁伫咧调查。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辑。今仔日国际上还有啥物大代志？咱做回来看世界。美国联准会10月29宣布要降息1码，但是联准会主席表示，目前的通膨情形也阁偏悬，12月讲会阁降息是也阁无一定。巴西里约警方伫咧10月2日是大规模的扫毒咧掠卖毒品的集团，也出动2500个警察，总共是造成132个人过身，这死亡的人数也是历来上侪的一届。根据美国媒体报道，辉达10月29这市值已经超过5兆美金，也成做全球市值第一的企业，规模是已经超过印度、日本，也阁有德国等等这国家的 GDP。若是甲辉达看做一个国家，这个规模是可比全球前10大一个经济体。辉达2头一摆伫咧美国华府举行 GTC 技术大会，执行长黄仁勋是宣布几多项新的合作计划，包括替美国来打造7座超级电脑，也有和 Nokia 合作开发6G 的行动通讯技术等等。也讲这上新的晶片有机会来创造美金5000亿的收入。辉达2伫美国华府的技术大会，执行长黄仁勋用一系列人类历史创新的展览开场，并且甲辉达甲 AI 创新定调为下一个阿波罗时刻。会场也披回顾苹果创办人贾伯斯电视手机，原本一度闪过2006年10月，纽约时报报道台湾顶部国小学生摕台湾之光王建民海报，也佫摕国旗画面，加速关注焦点。伫大会上，黄仁勋除了展示下一代超级的晶片，也宣布一项投资计划。舞台大规模顶面，辉达合作对象名单是真多，甚至要替美国政府打造7台超级电脑。Today, we're announcing that the Department of Energy is partnering with NVIDIA to build 7 new AI supercomputers to advance our nation's science. 辉达所来投资11美金入股芬兰的诺基亚公司，开发下一代 AI 6G 行动通讯技术，同时强化量子计算能力、机器人甲自动驾驶，包含甲 Uber 达成战略合作，使用 Blackwell 晶片，来扩展全球上大 L4级别高度自动化驾驶行车网络。Uber 计划对2027年起正式启动规模化部署，头一批目标是10万台车。技术大会了后，黄仁勋强调，若辉达继续被排除伫中国市场以外，对美国伤害是更较大。华府方面应该加紧行动，让辉达重新来进入中国市场。And if it comes back, if President Trump was able to negotiate, or if China would like us to come back to China, it's going to be a huge bonus for us. 黄仁勋2日也讲，台积电是重要合作伙伴，也讲到甲富士康合作，伫台湾打造 AI 工厂的问题。Every country needs AI factory, and so Taiwan was forward thinking and recognizing that it needs to build AI factory for all their researchers and companies, and, startups.
I'm delighted by the work that we're doing with Foxconn. Yang Liu, the18个技术大会2年分也对 AI 虚假言论提出反驳。伊认为使用者正伫运用各种无同的 AI 模型，并且欢喜为此付费。天线量性存款也证明真贵的运算基础设施建设真合理。预计明年推出全新的晶片，会带来5000亿美金的销售额。公视新闻郑焕庆报道。为着要防止非洲地震断开，屏东县是禁止外县市的喷入台屏东。也毋过，伫咧万丹哦，算有一笪的贴幕场，因为车内处理的喷有偷揽外县市的，而且还阁桥梁互环保局是禁止入去喷化厂。想不到这个业者离别阁再2台要来倒，环保局当无法随报警处理，甲2个人以上地检署，法院嘛裁定2个人交保。环保局员工甲再喷的业者2人 QQ66，后壁阁对1台再喷的车，员工安怎动都动无法，只好报警处理。环保局讲，路车飞过甲赛车再喷的人是万丹乡一家贴幕场业者，进前载超量阁偷揽外县市的喷来导航发现，已经禁止因过来。想要到2中昼，业者去批皮，照常载2车过来硬要倒。在我们禁止他进场之后，他本日强势进入我们的一个产区来请到处理，亦有妨碍公务的一个情形。我们已经请警察单位协助制作笔录，并已请地检署侦。警方到场，除了当场查扣车辆以外，嘛甲2人以上地检署侦办。屏东地检署透明侦讯，按照违反废清法、妨害自救、妨害公务等罪嫌，向法院申请羁押。立法院自告裁定，肇事的业者甲赛车姓林的司机2人分别以9万甲2万交保。记者打电话给业者，想要了解代志发生的规定，业者表示无方便讲啥。交给警方处理。哦，好，谢谢。好。被告2人之犯罪手段系将废弃物送往坎顶文化场处理，非倾倒于其他违法之处所，另考量猪瘟期间政策变动之特殊性，各以新台币9万元、2万元拒保。环保局表示，因为非洲地震的代志，屏东县严格管制喷的再喷甲处理，业者处理喷有合法资格，逐个月量是72栋，不过最近干那这4天就再超过87栋来倒，已经违法。除了追究刑事责任以外，也直接取消业者处理喷的合法资格。记者柯斌在柯家族区朝阳屏东采访报道。非洲地震也影响到餐饮业，有使用地卖店家也拢开始宣布暂停营业到11月初6过了后。也毋过咧，若是疫情爆发，可能就会休愈久。也则是希望讲政府会当赶紧提出政策，嘛着爱有补助，协助因来渡过难关。目前有一寡县市是宣布讲减免公有市场内底这单位的使用费用。台南著名的肉色饭福盛小食店，因过早起拢是台南人食早顿一定会去食的其中一间。不过最近受到非洲地震的影响，本来应该是营业时间，店门口刷熊熊挂猪肉欠缺真无来字样。另外一间游客一定会去食的阿明猪心蛋粉，嘛打休假的告示。一句台湾加油，嘛讲出店主的无奈。足正统的台南足好食，安尼吼。肉燥饭。啊！你一礼拜就爱食2道，安尼10几天无通食，安尼要办？不要紧啦，迄个南南讲食鱼肉清汤啦。啊，很多餐厅都没有开了，现在。前面那个猪水已经都没了嘛。会不会很失望啊？有一点，因为不知道什么时候再来。伫屏东正出名的点心档，嘛是因为无猪肉做肉臊，猪放假，店面嘛只好对伊放假。也不知道怎么跟客户解释说要放那么多天，啊，只好就是我就是这有幽默的一点的情啊，去把它表述出来，啊，也可以让顾客可以会心一笑这样而已。温体猪肉零售业原来真受影响，针对公有市场地点单位的使用费，包括高雄、台北、新北，也甲嘉义县、嘉义市宣布减免1个月。那台南、台中、桃园市禁渡期间停收。为感谢落实防疫并照顾本市公有市场猪肉摊商生计，市府将免收猪肉摊位使用费1个月，并持续派员前往各市场稽查供应状况。针对市场传统市场里面的温体猪肉的这个摊贩，我们公有市场我们会给予这个租金的这个减免。好，就是说，它这15天里面，我们给予租金减免。除了减免肉店的租金，大家更加希望疫情管控会当量早结束，让生活会当搁再正常。公视新闻采访报道。台
台南几前的高铁特定区，即几冬来这大楼是一栋一栋的起哦。啊，毋过最近所有居民伫咧反映讲，暗时定定去闻到这鸡屎味和猪屎味，伫咧怀疑讲感受业者来偷盗。环保局是来应讲哦，会加强巡查，嘛出动无人机来调查污染源。台南桂林高铁特定区近年来起袂少大楼，不过真侪在地客家反映，常在暗时拢出现鸡屎掺猪屎味，互人评价强要冰白。有人嘛，故不离将甲塔门关起来，甚至连衫嘛唔敢摕去外口披。武当沙轮掺大潭里，拢总买外1万人，拢反映受影响。这款状况在地讲真久拢无改善，嘛引起民众怀疑，敢有业者偷排行为，毋望政府查好清楚。就是不时会闻到那种畜牧场的排泄物不好的气味。地方的发展这的臭味来影响居民的生活品质是不是讲请咱政府、咱相关单位来协助解决这个问题。经过了解，高铁特定区周边有8个畜牧场，大部分已经点遮20-30档，后来才发展起来，陆陆续续人来遮徛。地书即阵有寡反映的声音，在地机关是讲，这影响居民的健康，恐惊嘛影响高科技产业发展。因建议政府比较空气品质机制，互业者提早广告时段，嘛通考虑甲牧场刷离开，保障合法业者权益。透过以地换地，也是补偿方式来协调。我也尽量会当放，我就放啦。鸡屎都我每一批出去，我就3天5天，我就拢规个拢处理掉，包括拢摘出去的。有味就是干那咧放迄天第一天啊。那我们不可能强迫要求他一定要离开，但是对于未来国家重大的决策跟重大的经济发展，我们是否一定要跟我们的畜牧业者好好沟通？因当地部分区域属禁航范围，本局已循程序向相关单位申请无人机空拍，并利用周边合法空域进行拍摄，以协助调查污染来源。那环保局指出，去年到今，伫桂林区已经有执行13届畜牧怪味的采样，嘛有发一件。因讲后续会持续加强稽查，参与着业者改善污染的行为。记者从台南采访报道。今年9月至10月，这淡海轻铁驾驶室有3届受到光线干扰，去影响到赛车的安全。警方调查了后，也锁定一个4岁查甫人，伊涉嫌用镭射笔在乌白树，伊承认讲是因为好耍才来犯案。警察嘛，伫咧伊睡厝的所在找到毒品。好，他现在照我。大楼内面熊熊有青色的光线，对准警察是一直在照。警方巡线过去，抓到涉案的是伫轻铁边仔大楼的厝卡。你有拿那个镭射笔射轻轨？查某人即摆红抓，原来已经用同款的手法，几下摆拢去照驶过的轻铁列车。伊的犯案工具就是这支镭射笔。这个嘛，警方接到通报，一台淡海的轻铁列车正是经过甘真林站，驾驶室和镭射笔照过去时，影响到行车的安全，所以开始调查，锁定边仔的社区大楼，一间一间去查。警察过来跟我们说，他们起初也是在找啊，因为他们起初也不知道。经过20天的调查，警方是对新北市的淡水一路一直查到新庄。25甲米起来，这细菜的嫌犯逮捕，虽然讲伊承认犯案，说讲是因为好耍才做的，而且伫现场阁超出毒品。当场逮捕蔡贤与王姓女友，全案依公共危险罪及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士林地检署。淡海轻铁列车是一直予这种光速干扰，今年9月已经有3摆。新北捷运公司回应讲，已经请同仁加注意奇怪的状况，会阁讨论下当做的防护措施。其实毋那轻铁，伫去年4月，台南嘛发生医疗直升机和镭射笔照的事件。当这个能量够强的时候，就会造成细胞的损伤。如果这个雷射光是直接照到我们最重要的黄斑部的时候呢，我们视野的中央就会看不到。若像这种光线照到，毋那会一个啊戆去看袂清楚。有医师讲，若直接照到黄斑部的影响搁较大，看物件会变雾去，甚至有可能看无。用镭射笔光照这种真无好的行为，嘛互公共运输的安全增加变数。记者综合报道。高雄美浓大劫个头屋刷石案的进度，检方进前查出成功单涉案的地主姓周的经纪权得租，要开上千万找人头租地来头屋刷石，而且就去大所在甲区地，所逼出这姓周得租的翁婿嘛是涉案的人，所以因为拒绝会个林杜超这红送伊急救。
美浓大劫国案件闹到大家一直议论，桥头地检署最近查出进前交保的成功单10万人4招的前议员得租，北开上千万找人头承租土地，并且盗采山招。20较大的所在具体是4招的前得租，相关是10万人的4部的红赛，糟糕老尾顶的粉胶毒不用抓，并且啉毒超济。为什么我们的监视器会遭到说删除？不可能说是我家里面的人删啊。我们家的监视器说真的也没有密码啦，点个2下其实就可以删除了。就算说他今天有轻生的念头啦，我当儿子的，我有可能不知道吗？我每天跟他在相处的啦。新屋10个人送医了后，目前状况无乐观，检方讲无清楚伊有安怎要啉毒超济，引来家属怀疑，希望检调提供密录器来调查状况。根据了解，8月初国民党立委关志恩公开大结果案件时，4招10个人把伊议员得做身份陪同，不过检方调查了，发现伊也是10万的得数之一。114年10月27日执行第3波搜索，并拘提被告石某、邬某到庭。经检察官讯问后，认被告石某涉犯废弃物清理法等罪嫌重大，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获准。检方查出新的事情了后，4招前得租互关押禁见。美浓盗采严重，检方证讲侦办成功，审计杨家7万单，总共10个所在农地互盗采，并且回填。废弃物案件已经关押地主甲土地承租人总共12人，会继续追查共犯，后续依照组织犯罪条例同罪侦办，并且具体求处重刑。记者综合报道。南投有一个热情的新名，就是圣义元帅洪基公，就伫咧南投德山的圣义庙。旧历9月初9是洪基公的圣诞，从日七开始庙方是连续3天举办庆祝活动，这几天都有信众和警察特别来拜拜，甲洪基公祝寿。第3场中和国小的龙队甲锣鼓丁认真表演，为洪基公祝寿。旧历9月初9是中阳，也是南投德山圣义庙圣义元帅生日。德山人拢称呼伊叫洪基公。民众若有物件碰见，拢会来遮求。为咗物件嘛，拢有找转来。民众讲，顶2天啊，就民众车碰见，来请神明斗3天，结果过2天就找到车。来求咱的洪基公。结果过2天尔，这个车就找到。阮学长讲有案件也不讲无法度破案，遇到瓶颈的时阵阮过来甲洪基公来请教者嘛有听讲请教了有诶案件会顺利破案。庙方也连续3天举办庆祝活动，除了念经做仪式，也为咗有供信众来祝寿。庙方表示，清朝的时，德山嘛是属于分灵的范围，圣义元帅是当时分灵的一位捕快，叫做苏阿乖。伫一届烧白土匪的过程中，连同部属36人全部牺牲。地方民众甲因带伫树骹，风声半暝啊，在地人定定看到有一面像红旗的火光出现，村民就去石碑甲拜，伊也真灵性，所以伫民国38年，替洪基公去一尊提青的金身。伊就捕快，捕快就是讲，要找物件碰起，车碰起啦吼，所有物件金仔啦，猫仔狗仔碰起，拢随甲下，随有灵感，随个会找到安尼。庙方表示，来请洪基公斗找的物件真侪款，有车有物件，嘛捌有人是要找猫仔狗仔。庙方也欢迎大家若有到德山，会当顺线来参拜这尊国内唯一提青的神明。记者叶平仪南投报道。台湾歌仔戏推广基金会最近有招3个歌仔戏剧团做伙来推出专门予囡仔看的歌仔戏，希望讲会对10月31开始要伫咧北中南演出，拢总是6场表演，也有唱戏后，也有学骹步手道的体验。丢丢童啊！这首囡仔歌，大家拢有听过。唐美云歌仔戏团也用伫咧歌仔戏内面，这是专门替囡仔打造儿童歌仔戏，就号做收妖日记颠倒大王的秘密，来演平安和如意这2个主角对抗歹人颠倒大王的故事。对着观众朋友囡仔来讲，其实是一个真好的头一步接触。互因会当照着看儿童歌仔戏，互因会当进一步了解哦，这就是属于咱台湾的在地文化歌仔戏。你来跳舞，我念歌诗。
为着要互囡仔介意看歌戏，新团歌戏团也改编西洋经典故事《乌姑娘》。主办单位台湾歌戏推广基金会推出对着风吹看戏曲的活动，隆重招3个剧团，包括一心戏剧团、新团歌戏剧团和邓丽云歌戏团，伫咧北中南行透透，自10月3日就开始巡演。因为是针对这个儿童来设计，所以呢，伫咧这个演出的时候，甲咱伫庙口，也是讲伫公园内底看是无共哦嘿。迄内底无什么中校职义哦嘿，用真简单的话语，所以内底呢，佫有一寡迄个囡仔歌。跑了去咱的边疆的，可能是庙埕或者是菜市啊，会当恢复较早，咱就伫咧庙口、伫咧市场口，拢会当听到歌戏的这个情形。台湾歌戏推广基金会讲，拢总有6场的表演，也那即届儿童歌戏拢是专门替囡仔打造的剧本，和较早咧办的中校职业无同，以趣味好耍为主。除了推广歌戏，也希望会当提供少年演员有表演的舞台，会当讲是1减2个。记者陈宣、曾俊佑台北报道。台湾是高龄化社会，虽然平均的岁数有到80多岁，也毋过根据卫福部统计，临终进程平均有7年是无健康的。都有民间基金会来拍影片，要互民众免费收看学健康的观念。那个都不是，肺癌症最常见症状是没有症状，等有症状都是第4期。拍影片请医生来宣导健康的知识，这是民间基金会创办的公益健康平台8大意见堂，希望互民众了解正确的观念。台湾是高龄化社会，根据卫福部的统计，这5年来寿命超过100岁的人数成长42%，也毋过民众伫临终进程平均有7年是无健康的。总统赖清德表示，政府有启动健康台湾深耕计划，5年489亿的预算，希望用伫都市偏乡和各地诊所等等，全面强化疾病防治和治疗的品质。每一个人，他的生活都能够非常健康，很灿烂，而且呢，是对社会还有延续的贡献，而不是造成负担。所以这是我们100大一言堂发起的缘由。这个平台不仅仅将有效提升全民健康知识，也能够减少错误讯息的流传，协助民众延缓疾病发生，缩短不健康余命，这些都是健康台湾的核心目标。伫咧国人死因当中，癌症是排第1，慢性病嘛占国民死亡人数的3成。卫福部预估未来15年了后，失智症嘛是10大死因的前3名。目前失智症已经排国内女性死因的第8。卫福部表示，要增加民众对病症知觉的能力，才有法度来提升全民健康的意识。最难医，不是癌症，也不是罕病，是没有病识感的病人。他不认为他自己生病了，所以医师要帮忙也帮不了忙，所以病识感，所以我们在医疗上最重要是病人要有病识感，他有那个意愿，他有知道他这个病，他要去重视它，他才可以医得好。基金会创办的这个健康平台8大意见堂，招100位医生来宣导健康知识，互民众通伫咧线顶免费收看，学着健康的观念。希望伫咧高龄化的时代，民众拢通留空间。记者陈心东、曾俊佑台北报道。伫咧宜兰头城唯一的一条客运路线是由国共客运伫咧做，也毋过在地反映讲，这上班时间这搭班车是客甲甜甜，希望讲会当来加开车班。另外，国共客运设立头城站已经欠人半档的租金了，这居民也真烦恼讲，这国共客运敢会做袂落去。客运进站也秀闸车，宜兰头城唯一一条国道客运路线由国共客运经营。暗过地方反映，每一早起6点到7点，上班人上济时间，每20分钟或者是半点钟才一班车，后面班车拢客满，真侪人坐无车赶袂赴上班。希望客运业者会用增加帮助。那来厘清到底目前头城往台北的这一段的经营的营运的部分，国光客运能不能再更积极、有效率的回应一下我们民众搭乘的需求？民众对这路线的单车环境也有记录，希望用提悬，因为国光客运所设的头城站，除了是用直接坐车要卖车票，啊，不过是向头城区议会组的，目前已经欠6个月租金无交，议会希望业者年底用交清，啊，若无干来用退租。这样互地方烦恼，国光若经营袂落去，会造成通勤无方便。5、6日的话，对于如果要来头城，比如说旅游或者
是观光或者是上班来讲的话，它没有，等于是我必须要自己开车。因为头城我有朋友住这边，他也是要到台北去玩。那没有这车的话，就比较不太方便。针对地海问题，县政府表示协助向公路桥反映，希望因协助业者改善符合民众通勤的需求。会请公路局这边来协助，能够督促国光这边来改善。我们还在调度我们的财务这个会尽快会偿还这样子。国光客运表示，头前过度客运路线是不是增加帮助？目前内部也在研究当中。欠息回租件问题会继续调度财务，赶紧澄清。记者综合报道。世界正新鲜来看，日本有企业推出一种 AI 机器宠物，看起来袂输哪像猪仔鼠、高水，也个搞塞奶，甚至也个有几哪种个性，咱来看卖。球伫咧桌仔顶，浅柑仔色加浅朴色，看起来敢若是碰水球共款，身体软来爽去，敢若是伫咧甲你塞奶。这是日本电子商品企业卡西欧研发的 AI 宠物机器人 Mufflin， 细细只正高水。Muffin's been designed to really help support emotional well-being and emotional regulation. It's quite special because unlike when you think of AI, you maybe think of like large language models and the voice commands. So Mufflin is all about non-verbal communication. 研发公司讲，这个 AI 陪伴机器人，细细只甚至能放伫咧手盘顶，互消费者会当随身抓伫咧身躯边，主人会当用手机的 App 改号名。机器内面有情绪地图，利用传声器、光线加触觉感应器，对光线、声音也个某个感觉，回应叫声、头会海震动、身体软来软去换姿势。主人会当用 App 来观察伊的情绪，斗阵久了，伊会根据主人的互动方式，建立一套甲主人斗阵的模式，进化出超过400万种的个性。斗阵50天了，就变做专工替主人设计特别的宠物。The idea of looking at our very human softer side, like emotional regulation, anxiety, those kinds of things, and how our AI can help by creating a cute companion, which everybody has an emotional response to. 毛发定身躯拢是毛，互人伫咧摸过、抱过、打过了，会当有心理治疗的效果。卡西欧讲，这对伫咧养老院、学校，也有治疗场所的民众，会当有正面的影响。伊也强调，这种机器人毋是宠物的代替品，或者是佚佗物仔，是用新的方式，甲 AI 运用伫咧治疗甲社交层面的创新发展。公司新闻陈思东编辑。咱做伙来关心今仔日各地的天气预报资料。北部地区22度至26度，中部地区24度至31度，南部地区27度至32度。过来东部地区21度至29度，关东地区22度至26度。过来是未来3天的气象。感谢你收看今日的早起新闻，咱明仔载再会。